冰块点！天哪！马尔泰若曦，四爷吉祥。起来吧。你似乎很不想见到我。没，哪敢呢？那你见我就跑什么意思？我刚才突然想到有事，一时没注意到四爷。我看你是心虚，怕我问你当日为什么寻死吧？你越不想说，我越要问。说吧。没有。既寻死又求生的，不想说是吗？算了。这样，我打一个比喻：游园惊梦，一觉惊梦，想要梦醒，却醒不过来，该怎么办？6个字：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懂吗？木强则折。算了，对牛弹琴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说了就这么办了。我不这么觉得，我觉得在这办就挺好的。怎么了？哎，正好四哥来了，要不我们问四哥的意思。四哥，刚才不是在商量师弟的寿宴吗？怎么吵起来了？吵什么呢？四哥，师弟寿辰想在我府里筹办，但太子爷想帮师弟办个寿宴，让兄弟同乐。若是这样，四哥怎么看？既然是师弟的寿宴，先前太子爷已经发过话了，一切遵照师弟的意愿，就由八弟来办，并无不妥。就是说嘛，我觉得在八哥这办就挺好的。太子爷真是多此一举。师弟，太子爷一番心意，也是想让师弟寿辰过得开心一点。师弟，太子爷手足情深，又看重你，你该高兴才是。我现在就已经很高兴了。八哥，是在侧福晋那办吗？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？你是想若曦帮你来办吗？啊？哦，没有啊，我只是随便问问。我说刚才怎么跟我争那么久呢？啊，真没有。真的只是随便问问嘛。6个字：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懂吗？果然是未来大清的皇帝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bingo。踢毽子呀，二小姐也会啊。咻咻咻咻，终于找到一个古今中外、老少皆宜的玩意儿了。哎，哇，哎，哇，二小姐好厉害呀！数一下，二小姐，再数一下。现在还可以这样踢呀！二小姐好厉害呀！二小姐，二小姐真是神奇呀！棒了，就是，真好。哇，二小姐能踢这么多！哇，贝爷吉祥。8爷吉祥。起来吧。奴才告退。看人家踢毽子也不说一声。你看着我打盹儿，也不说一声。马车上，我去找若兰和狄福晋，
商量实地寿辰的事情。一起来吧。贝勒爷，我没有操办这事的经验，不如还是看看狄父亲的意思吧。明慧打理家事也很忙，更何况这是实地自己的意思。贝勒爷让你做，你就做吧。是，那就我来办吧。只是家宴，你不需要太紧张，大家找个地方热闹而已。有什么需要你尽管来找我，记住了，不要让贝勒爷失体面。好，若兰知道了。若兰，谢谢姐姐。贝勒爷，如果没有别的什么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你今天晚上什么时候过来？我让下人打点一下。不必了，我今晚在南阁楼过夜。若兰不知道贝勒爷今晚要留门，让妾身先去打点一下。我也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。这鱼不新鲜，再换一条。这萝卜丝儿怎么切的这样啊？那么厚，怎么吃呀？是。夫人，巧慧，只是一顿普通的家常便饭，不用太紧张。夫人，话可不是这么说呀。贝勒爷难得留门，咱们怎么能马虎呢？贝勒爷喜欢吃您亲手包的饺子，平儿已经给您预备下了。巧慧，怎么你比姐姐还紧张？二小姐，我是不想夫人再受这帮奴才们的气。之前贝勒爷很少来咱们这边，他们就认为夫人不受宠，所以也不把夫人放在眼里。姐姐知道吗？当然知道了，但是夫人自己根本就不上心，我是替夫人不值。二小姐，你有所不知，在这个家里如果没有地位的话，日子难过呢。只有让他们知道，贝勒爷在乎夫人，重视夫人，他们才会对夫人的尊重多加几分。这次石爷的寿宴是咱们表现的好机会呢。姐姐，我来帮你。石爷的生日宴，我们要办得有声有色。你放心吧，你跟他这么好的朋友，你对他的心意，姐姐也略知一二的。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其实十阿哥是想由你来帮他做寿辰，你明白吗？我知道，因为我们俩玩得开嘛。姐姐，你不会是想多了吧？真的是我想多了吗？是，你想多了。